昨下晡伫台北市树林的文昌桥，有一个查甫人骑电动平衡车，结果摔倒，也毋过因为这辆电动车佮禁止上路，所以警方嘛开出3600块的罚单。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伊骑电动平衡车上桥，稳定地行煞。毋过，甲落桥的时阵，煞熊熊无知全咧摔倒，差一点就去后壁的车撞到。伊爬起来了后，看是真生气，手举棍就安尼离开。警方迄天，佫接到通报，伊甲恐吓、毁损等等几个案件有牵连。张贤当场坦承有做事拿球棒恐吓及毁损等情事，另因现场不愿配合，且有辱骂远景脏话等不雅话语，故现场依妨碍公务、毁损及恐吓等罪嫌逮捕。这个35岁姓张的嫌犯，涉嫌犯几个项罪嫌防以上。另外，警方嘛会甲裁罚上当3600，原因是因为这种电动平衡车虽然分类是慢车，不过是属于个人行动器具，依法袂当骑去车路。既然车路袂当骑，那呢，什么所在才会当骑呢？不适合上路，可以在公园或者休闲区。人行道也不太适合。其实车路、人行道袂当骑以外，以台北市做例。公园、河边、草坡啊、广场拢是禁止的范围。台北交通局表示，电动平衡车基本上敢来当伫咧密闭的空间使用。它主要使用可能就只能使用在他们的一些封闭的场域例如说一些农场或者是一些私人的一些景点里面。包括电动平衡车、电动独轮车、电动厨房车。交通局强调讲，这些拢是属于个人行动器具，市面上咧卖大部分设定的速度拢超过规定的速度。考虑车路安全等等的原因，目前暂时无规划开放让民众伫咧车路骑。记者综合报道。